今日連央上師就同大家一齊嚟分享蓮生活佛文集第19冊靈與我之間嘅精選分享。講真啊，我從來都冇見過三山九侯先生嘅真身，但佢真係我恩師嚟㗎，全靠佢教導，我先可以由一個普通人領悟到靈界嘅奧妙。不過佢教起人嚟真係好嚴㗎。有次我日頭做嘢太疲倦，瞓得好冧，點知半夜1點三山九侯先生突然嚟揾我，佢喺我耳邊叫：蓮生起身啦，蓮生起身啦。蓮生係靈師幫我改嘅法號，我當時真係太眼瞓，冚住張被單唔理佢，繼續瞓覺。點知佢見我唔肯起身，唔知用咩方法，搞到我耳仔聽到好多人嘈交嘅聲，啲聲又尖又難聽，搞到我瞓唔着。我冇意識咁掩住耳仔，轉身又瞓過。可能我咁懶惰，激嬲咗靈師，佢又唔知用咩方法，搞到我對腳慢慢升起，成個人倒轉咁，頭下腳上啲血倒流，成身唔舒服，將被單都踢開咗。跟住靈師一鬆手，我成個人砰一聲撞落張床度，我哎呀一聲醒晒，張床噼啪咁響。隔離房嘅同學胡神雄仲問：老盧你做咩啊？原來靈師叫我起身係要教我三才一體混合頓靈術，佢都係為我好啫。自從俾佢咁樣教訓過之後，每次佢一叫我都唔敢再偷懶啊。因為好多人誤解靈師嘅名號，所以我特登齋戒1個禮拜，求靈師話我知佢嘅來歷。我不斷吸訣念咒，燒咗好多道符，連值日公曹、夜遊神呢啲神明都問過，但係佢哋都話唔知靈師嘅來歷。靈師教完我道法之後，好少再嚟佛堂，就算嚟咗我都見唔到佢。不過我心裏邊一直記住佢，從來冇忘記過。今次咁樣求佢現身都係第一次。求到第3日，佛堂東面有一團白氣，西面有一團黃氣，南面有一團紅氣，北面有一團青氣，中間仲有一團紫氣，越滾越大。突然有把聲話：蓮生，你要知道，佛祖講過，弟子傳道就係如來法身長存。你而家求我話，你知我嘅來歷，知道又點？唔知道又點？咁樣唔係白費心機咩？我冇出聲，覺得自己好無知，好慚愧。三山九侯先生話：我而家傳道法俾你，你就係我嘅轉世，呢點你要明白。我話我明白，跟住靈師就走咗。不過我知道佢走同冇走其實冇分別㗎。今日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，以上內容都係節錄自聖尊蓮生活佛嘅文集精選。